再来看今仔早起有关心居住正义的团体开记者会，因表示讲立法院这会期敢若剩2礼拜，也毋过帮乌税条例个所得税法的修法咯，搁伫立法院会等待审议。伊呼吁各政党无应该甲法案等的，就早期选举哦，应该爱伫收回进程来完成商讨。 政府为着要防止厝头家囤厝，压制炒房价，推动税厝市场透明化等等，要收囤房税2.0。但是修正草案需要伫咧立法院，税厝10外档的扣税线指出，伊敢若捌拄过一个厝头家愿意互伊申请租金扣除所得税，另外租金补贴更加是看会到食袂到。民团嘛呼吁立法院赶紧互囤房税2.0所得税法修正草案二读三读通过来改善现况。就是你一申请。 房东他那边就是马上就有收到通知嘛，那这边他房东那边就马上会跟你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意见，就是说这个部分如果你要申请，他可能明年就没办法让你继续续租这样。到有一些即使愿意让你申请，但是他的费用是必须另外谈的。 目前所得税法第17条租金支出扣除规定是列举扣除12万，但是立委区显地指出，这已经是1999年的租金行情。 今卖厝税含迄阵比起来，上无已经翻2-3倍去了。民团是呼吁爱修法，甲租金支出对列举扣除改列做特别扣除额，对12万提悬到30万，来降低税厝家庭的所得税负担。 我们现行的制度大概单身可能还要缴1万1左右，可是如果这一次的修法可以通过，而且是通过30万的额度，基本上这个单身就是年收入大概60几万的单身族，他基本上如果他租金扣除了之后，他基本上几乎可以不要缴税了。 就修法进度来讲，囤房税2.0含所得税法修正草案都已经对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送出去了。所来部分条文等院长调研协商了后，得当2读3读通过。民团就烦恼讲，若是最后的会期无法度3读通过，安尼法案就爱去拍掉定来。因要求立法院伫咧休会进程赶紧完成修法，回应人民的期待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